土仔因为占地盘的欲望较强，所以设计者互伊有一块敢若是草地地盘，明确互主人知影毋通凊彩入去。也佮有自由伫咧厝内飞来飞去的金丝雀，就以透明的外壳甲开放的空间设计，互人甲宠物之间更加亲近。也佮有真侪人饲的狗仔，学生就设计出方便狗仔甲主人共同使用的座椅。即寡学生设计出来的产品，拢是以宠物的使用角度来出发。先从家里的宠物下手，先开始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请他们先找家里的动物，然后从人因工程开始，你先丈量所有的尺寸，然后标定出它所有最大最小范围的活动范围尺寸。那再来就是绘制它的生活地图，绘制它的那个习性，它吃什么喝什么，它的亲朋好友有谁，它的好朋友是谁，慢慢的把一页一页的绘本做出来。那在这个收集资料的过程当中，你就会开始去寻找。我们有什么是动物的需求，而我们没有注意到的？我们会找出一个新的切入点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的所有的宠物窝都跟一般的窝不太一样，长得不太一样，甚至于它有一些不同的需求。那也是慢慢的从你的研究当中才找到，因为你在观察它的时候，它就活在你的家里啊。它就生活在你的家里，在你没有关笼的情况之下，其实它是跟你活在一起的。那你在观察它，其实你就是在整理自己的空间，所以它的空间放进你的空间是会融合的。那这就是我们希望以使用者为角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设计教育。那只是利用宠物当界面这样子。使用者用尽卡斯，创造人甲动物之间的串联，也借由作品提醒咱人类。要用无同款的动物观点去看世界，这个世界才会当有更多包容甲爱。台南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。